也生理受影響的，還有台南有袂少店頭引起一個產品也是規個浸水，也為着要減少損失，業者就決定講，甲遐個浸着水的產品來拍折，俗俗啊賣。工作人員無用拆箱仔，將本來要出貨產品拆開，大水雨造成災害，予台南仁德區太喜工業區這間廠房大量火不浸水，水上深1公尺，地下室受災殃，好佳才有4天到3天。積水的話，造成它病媒蚊的話，病媒蚊要登革熱很嚴重，所以說我們是無私的奉獻，對我們都是當一個快樂的志工啦。在救國團志工號召之下，未少人到工廠到3天清理環境廢品，在東區這間農業用品店使用路架來自救，將浸過水的全新的衫、農業用品拍對折來清出去。足濟攏反正佇一樓的物件，衫褲、背包啦、鞋啊，他們登山裝備啦、器材攏嘛，較低所在吼攏淹着啊。洗一洗就可以穿啦，也是一樣啊。仁德區這間家具行業同款，積淹水上深的時陣，店內桌啊、大型碰椅攏浸在水內，初步損失超過100萬，只好落月來賣，希望減少損失。我們對木頭的了解，如果之間材質好的話，其實我覺得我不會擔心這個問題。有人發現本來放佇奇美博物館外口草埔的河馬藝術展品被塞到水內底。我們將河馬都搬到旁邊的草地上，這次因為雨量太大，水位較高，最大隻的河馬才飄到湖面上。官方表示，這河馬佇2016年設置的環境碼頭甲廟司和平展覽，最後才刷到邊仔的草埔，想要到積淹水，互河馬刷40公尺。記者綜合報道。